安尼再来，咱特别来邀请今日的第三位讲者是咱的俊杰，伊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系，伊目前嘛是咱迄个公司台语台首席的迄一天的主持人之一，伊要今日要来甲人分享讲伊甲兴趣当做伊的工课，还是伊要哪发展伊家己的兴趣咧？好，安尼所以甲时间交互俊杰。好，大家安尼敢听我的声？有，安尼 OK。有哈，安尼我分享一下我的画面。你的抬头那有很多歌唧唧。迄是我的名头一个注音啊，因为我姓姜。好，安尼敢看会清楚？有，安尼有看到。有哈，等我一下哦。安尼我著一只安尼讲较袂跳好啊。我今仔要讲的是兴趣感真正会当当做饭来食。我先自我小介一下，我叫做姜俊杰，嘛当叫我阿杰啦，安尼就会使啊。我即马是读台中教育大学台湾语文学系，我即马是要升4年，有是公司台语台修成的迄一天的主持人安尼。好，首先若要讲到我就爱先讲到我的家庭互我的影响。因为自细汉，阮兜就互我饲一个真自由的空间。但是讲自由虽然是自由，但是嘛是会有真侪互人绑脚绑手的所在。就是因为阮兜是一种较传统的家庭，所以爸仔母拢会希望我会当安尼好好读册，以后就找到一份较稳定的头路，通好做，亲像公务人员啊，也是去考老师等等的。因为自细汉我就介背骨，就是因叫我读册，我就无介意读册，因为我感觉我无介意一直看到足侪字，而且我感觉咱台湾的教育拢是迄种填鸭式的。就是一直互伊真侪物件爱去应付考试，我感觉这是我最无介意的一个所在。我感觉应该爱去学家己介意的代志，家己想要做的代志，去尽力去学习。我感觉这是较好的，所以我就无啥介意读册，但是嘛是为着要做家己介意做的代志，嘛是必须爱先甲爸仔母的喙读开嘛，就是干会当用成绩来去互因。莫伫遐讲你做这去影响着你的功课等等的啥货我感觉像迄底线即个物件，就是人去搭出来的，因为这着爱为我细汉的时阵讲起，因为我阿公自细汉就常常带我去庙口，伫外口安尼踅来踅去，去看歌戏，所以我人生中。有真重要的物件，就是台语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歌戏。我感觉我咧看歌戏的时阵，我会当感觉到我规个人足轻松的，嘛足亲切的，嘛介意着歌戏内底曲调等等。所以自我高中的时要升大学的时阵，有想要去读剧校，毋过咧，就是因为爸仔母。较传统的想法就是讲，爸母无写戏，较会送囝去做戏嘛。因就感觉做歌戏是袂有出脱的，而且就是家己嘛是无啥会把。毋过我感觉即个想法是毋对的，因为歌戏是我感觉是咱台湾真正非常重要的一项国宝啦。虽然讲即马看歌戏的人嘛无介济，我就退而求其次，来去读着台语系。入去读着台语系了后，我有教授是林木贤老师，林木贤教授。我咧授业课时，我感觉伊有讲到一句话真重要，就是即摆歌戏其实无欠演员，欠的是观众。所以，我就改换一个想法，就是想讲要安怎才会当互搁较侪人看到歌戏，会当互歌戏的观众变甲愈来愈侪，甚至是
互歌戏的观众变较少年的，袂像个干那伫个庙口拢是一寡年岁较大的人安尼。所以我才会踏入去台语系。啊，我渐渐安尼甲因去摩擦，啊，因就是会渐渐啊底线互我立出来啊，所以因就较知影我介意啥，我想要创啥，因即马就会较支持我的想法，就是感觉讲咱人莫学歹去就好啊。啊，我感觉若想要互你的爸仔母支持你咧做啥，有一项代志是非常重要，就是你爱互因去了解你咧做啥。因为像我迄个时阵，就是定定拢会走出庙口看歌戏啊，甚至是甲台顶演员变做是朋友啊，有当时啊嘛会去斗骹手安尼。我着带我的爸仔母到同齐去甲因熟悉，互因去了解哦，遮个人因其实拢无歹，啊是咧做啥物代志的。所以若要互爸母支持你家己即摆的工课，必须就是爱先互因去了解，互因放心安尼。所以这是我的家庭，互我的影响，嘛造成我即马，就是会当较独立。好，再来是如何接触到歌戏。头拄仔讲着是我的阿公，渐渐细汉时阵拢会带我去看歌戏嘛。啊，看咧看咧，就是渐渐甲台顶演员变做朋友了后，啊，人一般的少年人，也是一般的囡仔，那里。拢会哪身躯哪唱歌嘛？啊，其实逐个人拢会唱啥？唱流行歌。啊，其实我毋是，我咧身躯的时阵，我拢咧唱歌戏。嘿，啊，因为爱唱歌戏，爱唱歌，所以迄个时阵有去参加着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所来举办的歌演唱比赛。啊，伊办几年，我就去参加几年。应该我会记的是有办4届啊，当着疫情啊，怎啊无办安尼。啊，迄个时阵咧，就是因为我甲明华园青衣戏剧团因内底人有较熟悉淡薄啊。啊，迄时阵就当着我的贵人，就是大家咱看到即张相片，下骹有一个穿乌的，第一排穿乌的毕业的迄个是明华园青衣戏剧团团长的第2位公主。啊，伊是一位乐师。啊，迄个时阵因为我要去比赛，啊，需要人来帮我退角、帮我造角安尼，所以我就去找着伊来甲我斗相共。啊，找伊来甲我斗相共了后，因为因剧团常常会有迄种外台的公演的机会，啊，拄好欠着一个人去唱幕后的 OS， 啊，迄个哥哥拄好找着我，伊就找我去斗唱。明华园青衣戏剧团的 OS 安尼，所以我的经历就搁比一般人搁加一寡，就变就是搁有加一个title明华园青衣戏剧团幕后的 OS 安尼。啊，一直唱到即马，我一开始是拢是算做去斗相共的，无去领薪水。啊，是到后壁渐渐得到团主的肯定。了后，因才有发薪水互我，啊，所以我嘛对因定因伫台北公演，我嘛有去唱过，甚至是伫嘉义、台南等等的，因若是有需要我的时阵，就会来找我去帮因唱幕后的 OS 安尼。好，再来是公司台语台节目的名次。迄个时阵，公司台语台原本是要做一个博物馆的密室逃脱的迄种节目。啊，伊就伫个北部、中部甲南部的学校来去做精选，啊，因是要选较少年的囡仔，啊是一个素人安尼。啊，迄时阵刚好是伫阮学校做名次，啊，我就去报名。啊，我感觉若是要去参加所有的名次进前，你必须爱先了解你家己，你的专长是啥，你甲别人无共款的所在是啥。你必须爱先了解呢，你较有法度，互别人来去看到你。啊，我迄个时阵，我的自我小解，我是用2拍的切字啊来去做自我的小解，所以就会甲别人较无共款。啊，后手嘛真顺利，就是入选啊，开始去培训。啊，我迄个时阵培训，就是去上表演课，啊，佮有实际去做。迄种实境解谜的游戏安尼，
啊，精选8份了后，又宣布20个人来拣出9个人来主持即个节目。啊，毋过即个原本是拄则讲是实境解谜嘛，实境解谜。啊，因为嘛是当着疫情，啊，所以就转换做首相的迄一天，就是起码大家看到迄个节目。啊，迄个节目就是转换做要去台湾的农村内底来去找找着会晓讲台语的囡仔，啊来去体验因修行的体验因修行的时阵，啊，互搁较侪人看到，其实因为台湾每一个所在拢有无共款的生活的形态安尼，嘛是想要互一寡住较都市的囡仔会当去了解到哦。原来较庄脚的囡仔，因的生活方式是安尼，因会到帮处理斗骹手来去做事啊，也是饲鱼啊等等的。好，过来要讲的是主持，真正是一件足无简单的代志。我即马总共是有翕了2集啊，后手阁会有。啊，像喺第1集的时阵，因为阮是素人，是完全拢无经验的。所以头一摆去的时阵，真正是非常的紧张，因为你你一去就是2台卡梅拉安尼一直甲你翕，啊，你的头壳内底就一直去想物件，啊去讲出来，啊，因为阮即个节目是拢甲囡仔来去相处，所以要安怎去引导囡仔来去讲出因心内的想法，嘛是一个真困难的点，啊。若是要互囡仔讲出因心内的话，就是必须爱先甲因熟悉嘛。啊，因为我感觉我足幸运的，我拄着的囡仔拢是较活泼的，因较袂避暑嘛，袂青分，所以你若甲伊算一个，因就会甲因想要讲的，就是甲你变做朋友啊，因就袂感觉对你有一种感觉你是有气度的。因就会足自然的来甲你相处，啊，这拄啊好是节目要爱的。好，再来主持的时阵，阮会去拄着真侪问题，就是囡仔因的回答拢真短。因为像我第2集的时阵，就是影片即个台东，啊，我迄个时阵咧问的时阵，我用所有的办法咧问啊，伊拢是感觉还好。啊，无就是拢有无安尼足短的回答安尼。啊，毋过后壁慢慢，我着爱来去甲引导，豆仔陪伊耍，伊着变做伊会家己讲出伊想要讲的所有的物件。像迄个时阵伫咧台东的时阵，伊着有甲我分享伊设计，伊要家己做一只飞轮机，啊，伊着甲所有的设计图拢画出来，啊嘛愿意甲我分享安尼。啊，我即马主持到主持2集，我感觉我印象上深的是伫咧第1集火龙果修成火龙果的时阵，因3个兄弟仔的相处，互我感觉甲一般伫咧都市看到的囡仔拢无共款，因更加有一种手足情深的迄种感觉，因会互相斗相共，虽然因大家嘛是会互相搭喙鼓，啊，阮迄个时阵就是有。同齐去救一只鸟啊！这嘛，互我体会到因3个人会当去同心协力去做好一件代志，因为迄个鸟啊，徛伫个足悬的网仔顶悬，啊，因一个就随去举椅仔要来互我爬啊，啊，另外一个就随去举家刀等等的，就是阮着同齐合作甲迄只鸟啊救落来。这是我感觉是伫咧。录影的过程当中有较趣味的代志，嘛是平常是较袂去拄着的代志。这是我感觉嘛是一种真趣味的经验啦。啊，若是讲到主持你，阮伫咧外口的时阵，必须你爱对每一件代志拢感觉到好奇，你爱抱着你家己是啥物拢毋捌。啊，你安尼才有法度去问出问题。你若是，这你嘛知影，所以你就无问；迄你嘛知影，你嘛无问。安尼观众永远拢袂知影迄是啥物物件。所以，阮拢大概去录影的时阵，拢甲家己当做是零，
自为零开始来去中心来去学习每一项代志，这是我伫主持这2集的过程当中所学到的代志。安尼，好，所以我来总结一下，就是我感觉莫去放弃每一个机会，你爱去想办法，互别人来去看到你甲其他的人无共款的所在，安尼，迄个评审嘛，也是一寡公司的主管等等，较会去看到你。啊，做代的时阵，人若看到你了后，你做代志就莫揪骹揪手，就爱较大办的，将你家己的实力全部拢发挥出来。像我家己甲其他的主持人较无共款的所在，就是因为我会晓弹吉他，所以我迄2集内底拢有伫个现场，现场做一条歌，就是属于迄集的歌，来去送互因安尼。所以我感觉这是我甲家己甲别人较无共款的所在，安尼才有法度，互更较侪人来去对你认同，甚至是感觉你较特别，安尼才会当掠到别人的目光安尼。像我到即马也是一直咧学习，因为我感觉自我细汉到大，一直拢是伫咧台语即个苏部课仔内底，所以我感觉即马若是干会晓台语是无够的，你爱去多元的发展，为台语来去做延伸，去学更较侪物件，来转来甲台语做结合，才有法度发展出新的物件，甚至较会当吸引到即马较少年人的目光。因为像即马台语，我之前有听阿华师的演讲，伊就有讲到台语即马已经是一种表演化、兴趣化的形态啊。所以表演化就是除非是伫台顶表演，也是像个歌手唱歌用台语唱歌，较会来去用台语，甚至因落来台骹也是伫咧台顶，互人访问的时阵，就会转做国语。所以这是我感觉台语是较需要较有危机的，大家爱有危机的意识，就是莫互遮的咱的语言，互人变做一种表演化，甚至是外语化，安尼。所以台语，我感觉台语甲歌戏，因有一个足特别的所在，就是因着像因会当一直吸收新的物件入来，成做一项新的物件，甚至是变甲有搁较侪色彩，安尼。所以，咱袂当干会晓讲台语，咱爱去找出家己的优势，借着台语互台语加做咱的底底，来去发展出新的一片天，安尼。好，我的分享就到这结束，多谢大家。好，感谢这个以上的分享。即摆大家会当自由甲问问题，大家若有问题当举手甲问哦。还是有啥物留话、留意见、留问题，会当伫迄个白板留话互伊吼。好，明峰请讲。你好吼，迄个我是要问迄个一个问题，迄个我是要问讲，迄个你感觉去我的迄个，你是带装还是本来就带装，还是本来就带城市？我是高雄林园人，所以我是带装卡，阮兜嘛是有咧种田，所以我自细汉我到上大学进前拢是带装卡，是到大学了后较来搬来都市的。你若你吼，迄个你若去我所在，你差不多是带你去采访的，迄个时阵是差不多带几工几暝？阮会先去看景通常拢是1工尔，录影的时阵拢是甲因规家伙相处3工，阮拢是录3工，就是完全照因农家的生活，因几点起床，阮就几点起床；因几点去田里，阮就几点去田里，就是拢对着因兜的schedule来去排安尼。带因兜安尼哦？无带因兜，阮会另外去找饭店。要毋过
反正有诶所在用迄个分工啊，伊反正就是爱记个什么。所以，因为阮迄届伫咧台南迄时阵，阮就有住离较远淡薄啊，所以就是爱搬车，一定爱搬车。哦。所以阮就是爱比农家可能搁较早起床来去准备安尼。伊安尼敢困会好势？哦，我甲你讲，你若去主持你我感觉无好困，因为你会开始去想讲，你今仔日你表现了安那，会去想你今仔敢有出啥物差错，也是安那做会当搁较好，所以你头壳内底你会一直去想，一直去想。心内有压力啦。嘿，一定会有压力的，你会想讲，袂当互导演失望，袂当互客户失望安尼，所以你的头壳内底就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啊，转到落尾，你就会困去啊。哦，那你迄个录音嘛，我那讲无简单，因为我感觉有迄个心压力。我今仔有看到一句话，就是你做啥物头路，你就会承受着啥物款的压力，因为逐个人压力拢有嘛。你无论生活伫啥物所在，你一定拢会有压力。但是即种压力是你敢是你欢喜甘愿的？我感觉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你的压力的来源必须爱是你家己介意的代志，你就袂感觉即个压力足沉重的，你会感觉这是一个甜蜜的压力，安尼。哦，好，那安尼我搁问最后一个问题吼，就是，我会记你收成迄一天吼，我会记你迄个节目吼，中午拢会睇一个迄个教学有无？比如讲迄个台语的小教室。是，迄是节目的单位家己安排的，还是因好会囡仔家己想的？因厝内个家己想的？迄个单元是节目安排要爱的，但是要教啥物代志，毋是节目这边处理，拢是阮去到现场哦，甲囡仔做去看因的园内底有啥物物件。有一寡较特别的代志，啊是一寡日常的物件，定定去看到。因为像阮去收成的拢是菜较济嘛，所以就去讲教菜的代志，也是讲作物的代志安尼。所以遐个代志名词拢是去到现场，这会当教，这会当教，这会当教，所以拢是去到节目现场，较甲遮的代志名词扭出来。代志顾问是本年都有准备，还是迄个引起起来的人？你是讲伫现场教的台语顾问吗？还是阮伫现场是无台语顾问的。哦，就是阮看迄个人敢是安尼讲安尼？啊？就是讲敢会当确定即个讲法吗？因为阮去到遐，遐阮的拢是对因的讲法，因兜的人安怎讲，阮就安怎讲。哦，安尼袂歹。嘿，所以就是会当感觉会当合适着较侪无共款的物件啦，像即种物件通常会有几啊种讲法嘛。就是阮会去对着农家的讲法，嘛会当互别人看着讲，这有另外一种讲法，嘿。好，你敢有办个节目？无，我干那一个节目尔，这是我人生的头一摆伫个电视演馆。好，加油！好，安尼，感谢。阿姨请讲。我感觉我足佩服你的，因为我甲你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旧年嘛有去投迄落你即摆做的即个工课，毋过我头一摆都无过啊，所以我感觉迄应该是，我感觉应该真竞争啦，所以我感觉你足无简单的。我嘛想要甲大家分享即个节目，因为我有看过即个节目，我感觉即个节目实在是足赞的。因为我感觉第一就是你互囡仔有一个舞台，会当去用伊家己厝内咧讲的伊个本土语言来甲大家分享因兜的物件。第二就是会当互囡仔感觉讲，因兜做事人。毋是一件，就是互人感觉可能较社会价值的
的人是伊会当甲遮物件分享互大家，互足侪人看的，所以我感觉即个节目足好诶。啊了后，就是伫台语即个环境内底，会当互大家知影讲哦，即个领域，即种诶作物，一寡专业诶事要安怎讲，所以我感觉即个节目一定爱互足侪人知影诶。啊，我顶届嘛是有看到俊杰你诶弹吉他，对，啊，我感觉就是足温暖诶，我嘛足介意诶。啊，希望就是以后我会当阁看到你足侪作品诶，我足期待诶。多谢。会使，一定会使。感谢。好，啊，再来，建勇，请讲。你好吼，我你好，有听到吗？有。喂，我想要请教吼，因为即马国中啊、甲高中啊，学生拢需要讲必修台语课，啊是安怎要用啥物方法，互即寡学生啊会使对学台语即件代志有兴趣甲动机，会使想要上即节课？嘿，谢谢。若是我感觉，因为即马国中甲高中因已经较社会化嘛，啊，因嘛会定定去追求一寡较新奇的物件，所以我感觉会当，所以引起因的动机是，就是非常重要的代志，会当用因介意的物件来去切入，因为因大家介意的就是一寡流行歌嘛，啊无就是K-pop 韩国的一寡物件，啊无就是电视剧啊，因为亲像即马真侪乐团啊，也是歌手较流行的乐团，像迄桥仔两等等迄寡，因拢是用台语来去唱歌较济嘛，用台语来去做创作，所以会当我感觉我个人感觉，因为会当用着因的歌，遮所有台语乐团的歌来去做教材，咱甲带囡仔做伙来去探讨遮的用词、用语、甲念法、甲正确的发音，啊来去做延伸安尼，就是借着歌用歌来去带因先入捌台语，安尼，会当较引起因的动机。这是啊无就是爱用一寡电视剧啊等等的来去引起的动机安尼，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啦。因为像我即马嘛有咧受中等教育学程，所以我嘛是搁咧学习要安怎互教国中生甲高中生。因为我感觉即马社会物件会一直变，所以爱学习的物件嘛是足侪，所以咱伫咧教课之前，我感觉会当先来去了解着学生因的程度到底，你必须爱先了解学生的程度，你较有法度来去做差异化教学，较会当互因大家拢会当发挥因的专长啦，应该是安尼讲。啊，所以伫咧了解因甲因的底底，因的程度到倒位了后，啊，才来去探讨着因介意什么物件安尼。好，感谢俊杰以上分享。大家若有有其他的想法还是问题，咱留伫迄个白板内底，会当互俊杰看，好，安尼是先感谢俊杰今日的分享。安尼出来，咱要